主后2026年6月23日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主权，恩典介入。圣经咱做伙来听读，列王记上卷13章第19到34节。现代读译版圣经，列王记上卷第13章。迄时，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照上主的话，对犹大来到伯特利。亚伯安拄仔徛伫祭坛边伫烧香。上帝重用的人，照上主的话，对迄个祭坛大声话讲：祭坛啊，祭坛啊！上主安尼讲：看咧，大卫家会有一个囝出世，叫做约西亚。伊要将遐伫山头坛烧香的祭司，杀死伫你顶面，嘛会伫你顶面烧人的骨头。上迄日，伊阁互耶罗波安一个调头，讲：看咧，这祭坛要受拆毁，坛顶的火夫要压甲规涂骹，这就是上主所讲的调头。耶罗波安王听到上帝重用的人对伯特利的祭坛所讲的话，就对坛顶伸手讲：甲伊掠起来！伊伸出来的手煞硬去，袂当救倒转，坛就破裂，坛顶的火夫嘛压甲规涂骹。拄照上帝重用的人奉上主的话所讲的调头实现。王对上帝重用的人讲：请你为我祈求上主，你的上帝施恩，互我的手复原。上帝重用的人祈求上主施恩，王的手就复原。王甲上帝重用的人讲：请你甲我来去阮兜，食寡物件，恢复元气。我嘛要送礼物互你。上帝重用的人对王讲：你就是将你王宫的一半互我，我嘛袂甲你去，嘛袂伫遮食饭啉水。因为上主有甲我吩咐讲：你毋通食饭，毋通啉水，嘛毋通对原路倒去。上帝重用的人就行别条路，无对来伯特利迄条倒去。伯特利有一个老先知，伊的囝来，将迄日上帝重用的人伫伯特利所做的代志，甲对王讲的话，拢甲因老爸讲。老爸对因讲，伊对倒一条路倒去，伊的囝就报因老爸知对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倒去的路。伊就吩咐伊的囝讲：恁甲我准备驴。因准备好势，伊就骑驴。迄日，上帝重用的人看到伊坐伫上树骹，就问伊讲：你是对犹大来迄个上帝重用的人是无？伊讲：我就是。老先知甲伊讲：请你甲我倒去阮兜食饭。上帝重用的人就讲：我袂当甲你去恁兜，嘛袂当伫即所在甲你食饭啉水。因为上主的话吩咐我讲：你伫遐毋通食饭，毋通啉水，嘛毋通对你去迄条路倒来。老先知就甲伊讲：我甲你共款是先知，有天使奉上主的命令甲我讲：你带伊甲你倒去恁兜，互伊食饭啉水。老先知是伫骗伊，伊就甲伊倒去，伫因兜食饭啉水。因两个人做伙食的时，上主的话临到迄个带伊倒来的老先知，伊就甲迄个对犹大来上帝重用的人讲：上主安尼讲，因为你有违背上主的话，无遵守上主你的上帝对你的命令。倒来，伊禁止你毋通食饭、啉水的所在啉食，
所以你的心思袂当台伫你列祖的梦。食饭啉水了后，老先知甲伊带倒来的先知准备炉。迄个先知徛炉离开了后，伫路年拄着一只狮，狮就甲伊咬死。伊的身尸倒伫路年，炉甲狮拢徛伫身尸的边仔。有人对遐经过，看到身尸倒伫路年，狮徛伫身尸的边仔，就来老先知所住的城，讲起即个代志。迄个带上帝重用的人对路年倒来的老先知听到就讲：即个上帝重用的人违背上主的命令，所以上主叫狮来咬伊，狮甲伊踢你，甲伊咬死，拄照上主对伊讲的话。老先知就吩咐伊的囝讲：恁甲我准备炉，因就去准备。伊徛炉仔出去，看到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倒伫路年，炉甲狮徛伫身尸的边仔，狮无食身尸，嘛无甲炉踢你。老先知就将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下伫炉的顶面，再倒来家己的城，要为着伊啼哭，甲伊埋葬。老先知将上帝重用的人的身尸葬伫伊家己的墓，伊甲伊的囝就为着上帝重用的人啼哭，讲：哎呀，我的兄弟啊！埋葬了后，伊就甲伊的囝讲：我死了后，就甲我带伫安葬上帝重用的人的墓内，互我的骨头活伊骨头的边仔。因为伊奉上主的命令，对伯特利的这段甲撒玛利亚全城所有的山头段宣布的话一定实现。这代志了后，亚伯安犹原无要离开伊的歹路，继续设立一般人做山头段的祭司，有意愿的就甲因奉立做祭司。这代志互亚罗波安王朝陷落罪，直到因对地上完全消灭。上帝主权稳定介入。亚罗波安伫伯特利的这段前烧香的时，一位犹太来的新人，和先知共款是代表上帝讲话的人，向亚罗波安发预言，即座这段要倒坏。亚罗波安手比着这位先知下令要掠伊的时，手骨随时变碎。圣经常常以身躯的变，譬如属灵的祸患。伫遮，亚罗波安遭遇的祸患，毋单单是手骨变碎，搁较看到伊去做的这段倒坏，拄应验南国先知的预言。上帝差遣南国的先知到北国的伯特利讲预言，可能是要强调政治上的分裂是伊的旨意，却毋是要踮两国建立对立的宗教体制。亚罗波安看见家己的手变碎，惊奇，搁对南国的先知讲：请你为我祈求上主，你的上帝施恩，互我的手复原，求上帝医治伊。先知向上帝祈祷，亚罗波安的手骨就复原。就算亚罗波安背逆上帝，未记得伊的恩典，上帝犹原医治伊。亚罗波安为着答谢南国先知为伊祈祷，互伊得到医治，就邀请先知甲伊转去因兜做伙食饭。南国先知拒绝邀请，佮说明拒绝的理由是要顺服上主的命令，伊毋通伫北国啉食，也毋通对原路转去。
南国先知拒绝耶路伯安的邀请，拄凸显耶路伯安对上帝的敬拜是无敬虔的，不过是假善意拿定。即种虚假伪善的行径，也伫随后出场的彼得利老先知身上出现。这位老先知向南国先知讲白贼，用假有言代替上帝的话。耶利米书14章14节记载，先知耶利米就捌痛斥假先知常常假借上帝的名讲白贼。伫圣经中，虚假的白贼差不多是指偶像，是真理的反面。彼得利的老先知讲：我甲你共款是先知，有天使奉上主的命令甲我讲，你带伊甲你倒去恁兜，互伊食饭啉水。即边南国先知并无遵守上主的命令，随即带伊转去做伙啉食。南国先知的行为显出伊并无完全尊重上帝的权柄，这也通讲是虚假白贼的表现。罪的代价是死亡。南国先知最后死点异乡，不得归葬祖坟。但是这个代志了后，耶路伯安王犹原毋离弃邪恶，随便奉立祭司伫伊所去做的这段事奉。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家维克多·雨果捌伫贪婪甲嫉妒这首诗中讲到，贪婪女士会若行，会若折磨家己，不断重复念讲，还无够，还无够。咱通看到耶路伯安、南国先知和北国老先知，拢是伫还无够的欲望中陷落。无怪加尔文伫基督教要义的中间讲，人意志虽有自由，却因为罪堕落，总是选择邪恶，除非神的主权恩典介入。默想，伫人要甲上帝敌对的时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拍破罪的权势，将罪人对自我中心的路野中投放。我有真正得到投放无？伫人要甲上帝敌对的时，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拍破罪的权势，将罪人对自我中心的路野中投放。我有真正得到投放无？咱来祈祷，上帝啊，愿我活地无搁再是我家己，反倒是基督点伫我的生命内面得活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祈祷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予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